香港社會保障。咁呢一版咧就喺社會福利署攞落嚟嘅。咁佢講到咧，香港嘅社會保障咧就係經濟有困難㗎啦，人士啦。咁如果咧佢得唔到政府嗰個社會保障咧，咁佢嘅生活咧就陷入極大嘅困惑啦。咁有咩人咧？即係譬如可能咧養一啲幼童嘅單身人士啦，咁或者係暫時失業嘅人士啦，佢係短期，要記住係短期嘅經濟援助。咁所以咧社會福利署嘅社會保障咧，其實係短期幫助一啲人士，就唔係永遠長期咁樣幫嘅。OK，咁同埋幫到點樣條線去到邊度咧？就係基本嘅生活嘅需要嘅啫。咁另外剩低落嚟呢度要講咧，就係一啲無需供款嘅香港現有嘅社會保障制度嘅。咁下一版都會講，呢度唔詳細啦，就係呢一版啦。咁需要供款咧，就係主要係退休保障啦咁就係強制性嘅公積金啦，或咁即係強積金或者係我哋即係公務員嘅公積金啦。咁就另外一類咧就係自己嘅儲蓄啦、儲錢啦，或者自己買個保險咁，所以呢個叫自願性啦。無需供款咧就係香港社會福利署提供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一定要識下呢個即係綜援啦。公共福利金計劃咁咩嚟嘅咧？咁其實會成日會聽嘅，即係可能高齡津貼啊、生果金啊、嗰啲長者生活津貼啊。咁下一段先講啦，呢度唔講啦。暴力執法傷亡賠償計劃啦、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同埋緊急救濟都係嘅。咁呢啲我哋都要識嘅，都有考過，不過前面嗰啲考得比較多啲。我哋先講咧，需要供款嘅，咁咧就係咧公眾人士啦，或者係僱主咧係要定期咧向呢個計劃供款。咁呢個法例嚟嘅，如果唔供咧就係犯咗法嘅。咁佢呢個供款咧同佢嗰個入息係掛鈎嘅，有固定嘅金額。咁有啲咩例子咧？譬如社會保險啦，不過香港就冇嘅。OK，有啲國家有社會保險啦，香港有咧就係公積金或者係強積金啦。社會保險邊啲咧？譬如美國啦、台灣啊、中國啊，咁係有社會保險嘅。咁目的咧就係幫助一啲人病啦、睇醫生啦、傷殘、懷孕、退休啊、失業嘅保障嘅。咁主要係保障個人啦、社會嘅集體責任，咁所以一定要有保險嘅。即係美國咧冇保險咁啊，睇唔到醫生，入醫院咧都即係扣唔到，冇保險睇唔到醫生啦，即係住唔到院咁滯。咁公積金啦，就係要供款嘅計劃嘅例子啦。咁係為著將來退休啦即係咁每個月咧就係跟翻嗰個嘅收入嘅百分比咧。咁一般嚟講就係5%啦，咁嘅供款啦。咁另外咧，僱主啦或者係政府咧，咁就係另外都會供嗰5%啦咁會隨著即係嗰個年資咧要越嚟多嘅，就可能跟之後咧政府俾嘅就係10%然之後再多啲15年之後就15%，最多俾15%嘅。咁呢個咧就係中央個公積金計劃。而強積金咧就係僱主啦，咁係啦，同僱員咧一齊咧去供嘅。咁呢個咧就唔係供得好多，最多都係到1500到。咁法例係規定嘅，記住係一定要供款嘅。即係而家查你而家咧就係7100蚊收入咧就要開始供。如果你少過7100咧就可以唔使供嘅。OK，咁就係公積金啦。咁你可能揾銀行啊、保險公司咧，就去買個基金咁去為咗將來退休各方面嘅。